把握今天的当下，那是对的。所以要更新今天的心情。别人话说，哎，来什么？今天都叫你给空，他告我机会要一定要努力，来机会管着，别高别气自己什么？所以老师认为呢，修办道是最有福气的人。所以诸位要不要当个有福气的人？大家不要修办道。哦，来过下载明天的快乐。烦恼去除掉了，昨天的那今天的心情就好了，那好了要不要保持？要，昨天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快乐。最后这一条路永远都是这样的，明天，真的都是这样，永远那都是幸福，绝对不是幸福。所以重点从转型我们所有的这个烦恼，就是最大的能量，要肯定自己，不要去迷糊，要看重自己。不要去谈，所以啊，老祖宗讲一句话：念头老老，火尽师徒恨晚。两朝要老八度啊，够一结束就办。所以今天的金马跟多的一个劳酸一马线如生料，就是把我们的念头的所抓得住，把它转换成一个让我们身心能够快乐。对不起，这个话题超过10分钟。我感恩。对啊，超过10分钟就跟诸位知道好像有100多个人，我欠诸位那么多的时间。感恩好，对不起啊，要我也不会讲。那今天这个所以我获得这机会啊，大家我说这堂课，我用心这个做出来。哦，那公要我们晚出来啊，我们做首先我诸位我讲师各位今天后天指定。最后啊，进入各位法喜充满，万事如意，一直的咱在政府会当作奉献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到得好，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当最好，给咱做这个好的成绩。好，谢谢。感谢太太。慈悲田道公，坤道公，那在你努力的对大家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等一下那个